扎好呢條邊。我哋今日苦路之旅咧即將開始，請大家都收拾心情，準備好我哋一息間嘅戶外苦路之旅。咁樣咧，今日咧我哋好高興咧，都繼續請到Edmund 同 Christine 咧，會為我哋咧喺拜苦路當中咧做分享嘅。萬事萬物之中，上主都喺嗰度。我哋用呢個意識省察5個步驟，就結出許多果實來。若一個基督徒要把信仰苦路的盡頭，這粒麥子死了，卻結出豐滿的果實來。耶穌依然沒有作答。彼拉多召集了司祭長，以元和民眾聖教救贖保守，就召集愛心痛苦。西文嘅祝福，卻沒有一個。我渴望有人會安慰我。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但他們都一一拒絕。這些婦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用此聖價救贖世。要獨留的地方，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同時也釘了兩個。之後把釘咗耶穌。第14處，耶穌被埋葬，
主基督，我們欣崇你，讚美你。今次傍晚來了一石頭代表咗我哋嘅罪壓在喺我哋嘅身上，喺生命之中嘅重擔，或者壞習慣，或者別人嘅傷害，都讓我哋好難前行，無法站立。我哋而家承認自己嘅軟弱，放下自我，就將呢嚿石頭放喺聖母山十字架下，請耶穌為我哋一齊分擔。之後我哋慢慢返聖堂，放完低呢個石頭之後，我哋慢慢返聖堂靜坐。我哋行咗耶穌嘅苦難之旅，亦喺歷史上面好出名嘅一啲藝術品，將耶穌呢個痛苦嘅歷程記錄落嚟。呢個旅程，從苦路到復活，我哋不如而家都嚟做一個整合同埋前瞻。主耶穌，感謝你陪我走完呢條苦路，你經歷咗苦，為咗赦免我嘅罪，你出盡，為要終結死亡嘅權勢，你帶來了金，賜給我永生嘅盼望。講一聲，我接受，我願意。願全能嘅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，降福你們。阿們。